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2天不见。今天羊吃饱了没有？啊，羊放饱了吗？这个。今天带了个翻译过来哈，小朋友。大哥，然后家里的2哥，这是3弟，吃嘛吃嘛，可以吃没关系。这是我准备拿给老爷子的啊，那个70岁的老爷子的，在那里的，给那里放牦牛的。太阳快下山了，羊子要回圈了，回圈里了。这是老3的小孩，你今年几岁？9岁。在哪里上学？芒康县。在芒康县上学。对。读几年级3年级1班。3年级1班。今天刚好周末回来了，带我去摘那个野菜。就这个野菜秧子，就是我们那天晚上吃的炖汤的那个。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炸，到处叫炸。炸。啊，炸。那个叫炸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有点像薄荷一样的，这个它也非常扎手，很多刺，扎得疼死了。我刚才以为是薄荷，伸手进去就抓，扎得我疼死了。这个季节羊子没草吃，还是没吃饱，吃了1个下午，1天都在外面晃悠都没吃饱。但是这羊子晚上不喂，这个季节没什么肉，所以不杀。家里面坐，坐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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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那个70岁的老爷子买的一点橘子，刚才被他们提过来了。算了，吃了就吃了吧，吃了我明年再买过。哇，这屋子里面真暖和，烤个炉子。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，我们是吃那个，你看一下吧。啊，白菜。哦，莴苣。莴苣。莴笋。还有。好。好对。我买给你们的菜，你们做的吃嘛？这个胡萝卜啊，辣椒，还有那个苹果，苹果这里有啊，那个香蕉要早点吃完，留久了怕坏了。所以是这个香蕉少，没老人热死。你喝茶吗？哦，不喝了，你们喝吧，谢谢，谢谢。烤嘛，我还好，我衣服穿那么多。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哎呦，太客气了，你。他说好不的好兄弟。啊，好不，好不，好不，好。哎，这个房子不漏水哈。这里面烧的茶，这里面煮的莴苣啊。牦牛吃饭的，他们这个太阳能发电，蓄在那个电瓶里面，然后通过那个逆变器啊照明，然后给那个电灯泡充电啊。哎呀，这2天这边降温了，凉快了，只是有点冷了。他们这个野菜这里都是，但是特别扎手。我想看一下那位阿姨她是怎么搞的这个野菜，她是怎么做到的不扎手。阿姨，您那天晚上做给我吃的那个野菜汤啊，
特别好吃。爹那个，我想看一下您是怎么摘到的？对，那个渣，怎么摘的？我看一下您是怎么弄。我一摸就特别扎手，手就特别疼。哇，手套戴了。手套。哦，那特别不容易。辛苦了。哦，这样。哦，你戴了手套。哦，这样也会扎到手吧？这样没事吗？저거는 좀 랩을 누가 돼? 저거도 나오고 뭐晚上再煮一点这个给我吃嘛。我今天晚上还想吃。원래 안 됐던 데 기zo 나자라. 아, 저 넣으면 돼요. 넣으면 돼요, 그이네. 넣으면 돼요, 그이네. 응, 자. 这个好吃，我喜欢吃。他说明天喝。明天喝啊？可以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是没摘到吗？他没摘到，今天没摘到。把你的手套借我戴一下，我去弄。对，我去弄。手套，戴上这个手套，就可以去搞了啊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来，给我啊，可以，走吧。橘子甜不甜？橘子甜，你就得去摘这个。我拿个袋子来装啊。现在手套准备好，那个塑料袋搞一个，可以。这个装菜的塑料袋。我们去摘。那边多，就那里，那里好多，一大盆一大盆的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去了，拜拜。我们去了。你戴了手套吗？我拿了一个就可以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这个摘很快的。这个野菜，今天最终是在劫难逃，哈哈。来，你要不要手套？手套啊！别这么草率。这边好多啊，好肥呀！扎手，这个不好搞。你看，那全是刺啊！这个很粗很壮，只有一副手套，那没办法。这个东西羊都不吃，羊会吃吗？羊不吃这个哈，它怕扎嘴。搞这种粗的嘛，壮的。现在大叔给我们搞这个野菜，他们这边叫渣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第一次见这个。那天晚上喝了这个汤，感觉味道特别棒，又鲜又香又甜。全是刺，累不累？很苦的，有我摘。我也是，真的是特别幸运呀！那天第一次在大叔家里吃饭，就吃到了这个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玩意能吃，竟然这么好吃。给大家仔细看啊，这样子，真的，如果说不戴手套吃不消。
他喜欢吃辣条。喜欢吃辣椒是吧？啊，喜欢就好啊。那我也想在这吃饭了，我饿了。家里面你们看，他把辣椒全部洗掉了，然后全部切了，全部装在这个袋子里面，全部切成这个样子。你是打算一口气吃完吗？哎，早知道带点鸡蛋来就好了。下雨了，那我们要先回去了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是买给他们家的土豆、橘子。另外一袋嘞，还有一袋嘞，哎，还有一袋嘞。哦，OK 吧 ，OK 吧。它等于是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块了。那个70岁的老爷子就没有了。对不住了。那个老爷子还没回来，他还在外面放牦牛。然后那个菜我就没放到他家去，我也没提在手上。不料被那个大叔提到家里来了，提到他家里来了，那就让他们吃了吧，没事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也没关系哈，啥外人田不外人田的。那个等改天我再路过这里的时候，我再带一点东西上来，直接放他家。好了，今天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次我再来你家吃饭。诺土，豆土啊，下次来你家豆土啊，OK 啊。昨天我们挖回来的野菜，哇，哦，香吗？好吃，还放了牦牛肉在里面。奶奶也喜欢吃这个吗？哦，好吧。味道怎么样？炸，哎，放点盐。啊，盐不够。你先吃嘛，您先吃。好。终于又吃上了这个渣渣啊，把它煮熟了，它的刺就不扎人了，香啊！哦，搞点那个辣椒面面。nice。大叔。